金曲奖嘅 TVB 報道來看到，第26屆流行音樂金曲獎，行業音樂嘅部分有5種專輯、5個原創音樂會。雖然講以為係第一擺出專輯嘅歌手，不過必須記得都未承認，我對行業音樂界大病假人咧，準備研究嘅音樂表現當完整高就特色。像其中王連竹3個一條路，去年是拿到了金鐘獎最佳評審團獎嘅肯定。今年金曲獎全年為行業音樂獎項，行業會的最佳專輯最終演獎，也係兩隻獎項業會名單當中唯一這種沒翻譯專輯，本年很難期待敗流嘅頒獎典禮。時間又過100年，繼後生，再看夜路故鄉啊！表現出民謠風格嘅天公爺同地路巷，也係講高唱流行音樂嘅搖橹慢板同時間嘅film，韓國勇敢冷跳音樂嘅3個一條路。廿多年來，客語嘅流行音樂表現出來嘅多樣形式，幾經改變大家對客語歌曲嘅固定印象。音樂形式嘅東西哈，會本千多年啲彈音樂聽，唔會想到語言問題。其實韓卡多嘅人做得彈到一種音樂。對客家嘅鄉親來講，其實對咩有新嘅音樂嘅欣賞嘅方式。今年呢邊嘅5種客語專輯創作嘅概念，單都係喺同客家相關嘅人事物，用土地、家鄉、韓國族群做主題，無論係講按多年來嘅生命經驗，天嚟衝出來，又係講基片上嘅日常生活，上面高維度，一條歌詞錄寫出幾多年上外講嘅話，同嘅你每次都幾溫暖。如果客家話，非常講用客家語言來表態嘅時間，你一定要用親和嘅詞、親和嘅詞語，啊，裝作嚟表達出自家對世界嘅想法、對音樂嘅想法，哈，真係其實給每一種親和嘅判斷嘅標準啦。他們其實創作客家歌曲能量大概都有6、7年到10年以上的經驗，所以我覺得原則上今年入圍的這5張專輯都是相當成熟的作品。用咁多年嘅歌聲，更真些完整嘅概念表現出來，為大家睇到族群語言寫作流行音樂，咪表現得出歸有內涵、歸想念。下個新聞陳欣怡、祁龍尊、林定佑特別報道。